上年嘅9月份，我出咗呢一條 thread，原本係想呻下抒發下情緒，點知就一夜爆紅。其實嗰一次係自疫情以嚟我第一次可以着到短裙出街。Hello，我係 Eunice，呢個係我俾疫苗改寫人生嘅故事。上次講到我身體已經響晒警號啦，全身發炎，呢句可能有啲引戰，但係皮膚科醫生真係冇乜用，唔單止醫唔好我濕疹，佢俾到我嘅係藥物依賴同埋無盡嘅西藥副作用。直至有一日咧，我去咗家庭醫生嗰度攞病假紙，佢同我講咗句説話，其實你嘅情況都濕疹到唔似濕疹，不如你試下免疫系統科。由於當時我已經開始有膝頭哥關節發炎，佢懷疑我有嘅係叫乾燥綜合症嘅疾病，又或者係類風濕關節。都係因為咁咧，就開始咗一個漫長嘅抽血過程。好彩，所有嘅免疫系統病都係呈陰性嘅。雖然醫生都係冇辦法解釋到底我身體發生咗咩事，咁但係佢就建議咗我開始打生物製劑啦。喺到呢度，你就心諗，除咗又係打完生物製劑就冇事，用錢解決咗問題啦。我都希望我係可以用錢解決問題。原本諗住開開心心去英國旅行，點知濕疹再加上膝頭哥關節劇痛嘅關係，我就開始咗坐輪椅啦。雖然生物製劑幫唔到好大嘅忙，但係亦都係因為佢咧，我開始咗做我第一次食物敏感測試。呢個係我康復路上其中一個最大嘅轉機，亦都係我首次發現自己有咁多種食物敏感。後來係點呢？我聽日再同大家分享。